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强用爱来大家分享合拍步图，我哋要爱好什么动作？第一个动作，我哋要强用爱做旁边的滑步，一、加、二，往后踩，三、四，稳片上强用五、加、六，往后踩，七、八，张一百哦，准备开始。一加二，三四五加六七八，非常好。也就通做咧，之前的课程没有学过，不过俺也得要多练习。准备哦，开始。一加二，三四五加六七八，加上数强用打开交叉，准备开始。一加二，三四五加六七八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一加二，三四五加六七八。俺哋第二做滑步的时候，有一些些的往上跳。一加二，三四往上跳，五加六七八。加上数，预备开始。一加二，三四五加六七八。接下来，俺哋会学第一个动作，脚往后踏。一、二的时候往前点，二点在前面。三、四的时候稳片上，三四。再稳片，五六七八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下来，俺就要练习数的部分，数强用挖钳呢，不过咧，两只数同一个方向挖钳。鼓手，俺也得有一些些的往后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系唔系都简单呢？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俺也得有摆上钳的时候，有一些的弹转来的感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挖到下面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些是得往下做一下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记得咯，叫我夹起来，再来一摆哦。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然后就放下来，数把钳，思维往后做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强用，然后就会身体会有一点点侧面，鼓手然后就低下的时候，有一点肩膀往前的感觉，一、二，接压，没压片哦，黑压片，一、二，稳片上，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记得强用莫做看前头，再来一摆哦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然后就要从第一个动作来，滑步开始，强用哦，准备开始，一加二、三、四、五加六、七、八。往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的时候咧，人家就会脚趾头会稍微弯一点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两只脚趾头同时往下蹲。再一遍哦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非常好。然后就要从滑步开始，预备，
开始，1加2 3 4 5加6 7 8 1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从滑步开始，预备开始，1加2 3 4 5加6 7 8 1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我哋要来复习上一摆的动作。准备哦，慢慢的来哦。预备，开始，麻花，1 2 3 4 5 6 7 8，推屁股，1 2 3 4 5 6 7 8。3 2 3 4的时候滑步，3 2 3 4 5 6 7 8，老起呢，4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。安尼大家有接起来冇？再来一摆哦，从上摆的动作开始，麻花，预备，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我哋就会卡脚到位，准备咯。我哋就从麻花开始，预备，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麻花开始，1 2 3 4哦，再来一摆，准备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，准备麻花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。安尼大家有听到冇？接下来我哋要来配我来试看啊，准备咯。从麻花开始，5 6 7 8，滑步，1 2 3 4 5 6 7 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麻花哦，5 6 7 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加油哦，保持呼吸哦，准备，5 6 7 8，脚打开，滑步，绕圈，最后一摆哦，加油咯，准备哦，麻花。5 6开始，滑步，8圈内，非常好，大家就多多等候哦。今晡日我哋會好好運動，帶大家來跳一段舞蹈。今晡日我哋會舞蹈課程就到這片，希望大家拜拜。